哦，要前进左转，经过那个集水溪桥，那个跟拉线哦，封路了呢，拉线封路了。哦，现在积水，昨天积水比较严重。哎，今天上午也有淹水哦。我们六立街那边呢淹水2次呢，昨天晚上1次，早上又1次。哦，这个雨下了很久，不能过去了，就拉线了，封锁住了。你看，车子到这里都要退回去，车子到这里都要退回去了。没有办法到集水溪的桥那边看那个水集水溪桥那下面桥下的水面很惊人。